多谢明兰来看台南的消息。台南永康分局警方这个月11日下晡11日考验的动行机车时，这个骑乌托邦查甫人拒绝检查，油门一个吹，骑车遭警方约弄红灯，个转向，好比就赛车、骑车的人拢着检。警方烦恼讲会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，第一约差不多10分钟后，就无要甲约啊。后来，依照公用危险罪嫌呢，将这个骑乌托邦查甫人上班以外，佮开出危险驾驶等等有真项违规行为的罚单，加算算呢，上济爱罚72000块。巡逻员警明导爱头前动机骑士停车受检，不过咱骑士无停，佮冲甲真紧。伫路口生烟裤啊，佮直车路西颠倒向。咱骑士骑法真恐怖，骑唔着方向，佮拢过来红灯，弄入去巷仔内。员警一路伫后壁甲约。9月10日下晡，台南永康分局警方咧调查一台可疑的动机，骑士期检遭予警察约，嘛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险。经数次示意停车未果后，黄言为估计其他用路人的安危而停止尾随。想要走也是走袂去，警界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，佮针对不合拦查处地、危险赛车，佮有几项违规行为来开单，上济当罚到72000块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